最近天气真冷，都要注意一氧化碳中毒。新北市北里有一对60多岁当机的男女，因是开早餐店的，方发现倒伫个房间底。救护人员到场的时阵，两个人已经无呼吸心跳，因为因的热水器都安装伫个室内，抽火嘛验出有一氧化碳，警消初步研判应该就是一氧化碳来中毒。 早餐店的烘箱椅倒，搁放伫原本的位，冰箱内底搁有穿好的食材。不过头家娘店小小的入去内底困中昼，不过这一困煞永远袂醒啊！车坐到1点就，他还在睡午觉，就睡得走掉了。我们都不知道，这好像他女儿啦。 他女儿好像打电话，可能要叫他们回家吃饭，怎么没有人？他女儿才过来才发现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警消接到消息，紧急出动，想不到一切已经袂赴。经营早餐店的两个人已经失去性命现象，便以为女性死者的血内底验出一氧化碳。不过消防伫咧现场无测到一氧化碳的数值，嘛无漏瓦数，嘛无发现烧破的分粒。不过热水器是装伫室内，嘛无加装强制排气的功能，最后判断可能是身躯洗了。 门窗拢关条条，通风歹，才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很好啊，蛮好的啊。会跟我们聊天嘛？哦，你那么穿这样不会冷？你说我们里面好热，我们吓了一跳哎。天气寒，不少民众拢唔敢拍开门窗，就惊风灌入来，室内温度会变低。不过今年到今，全台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已经有23件，造成3个人死亡，59个人送医。 使用热水器就要放伫咧通风的所在，拍开门窗，条件假使烧无完全，搁伫咧翕条条的空间，互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造成悲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